抢东西，抢东西。我这边就快了，这边就是拦着。哇，这个人带回去，你给我拿广东话语，带回去。但是你不能抢别人的东西，你不能抢别人的东西。东西了吗？不抢他的东西。哎！拍照！喂，抓人呐！抓人呐！你是谁？他抢不抢你？抓人呐！长假了要抓人了。啊，今天是7月27号。我的28，你去哪里？我去。来，这是广西的警察啊！把这票来，警察，广西的警察。你看这个大家全国老百姓看这块啊！现在中央前线有2个来这里要斗争检察官，他参主要的跟我，他参主了。那抢抓人呐！那抢材料要抓人了，那违規啊，搶材料啊7月27號。 27號。7月27號。你去哪里？搶材料啊！喺廣西高院啊，廣西高院搶材料，搶新房材料呢，抓人了呢。你看呢这个拦截上访啊，搶材料。现在中央前线有2个。 搶材料，搶新房材料啊！廣西高院搶新房材料，動用警察搶完新房材料啊！要打人啊！廣西高院啊！廣西高院啊！搶新房材料啊！要抓人啊！我没敢上你嘛，